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 今日又同大家一齊睇與神對話。今次我哋講下通靈能力。與神對話裏面話，每一個人都有通靈能力。如果你以為自己冇，咁只係因為你冇察覺到啫。嗰一啲重要關頭響腦海裏面響起嘅聲音，嗰啲喺你下決定嘅時候唔知喺邊度嚟嘅直覺，嗰啲喺你迷惘嘅時候，夜晚發個夢話俾你聽一啲啟示，嗰啲喺你需要靈感嘅時候，朝頭早起身突然間就有個諗法啦。呢一切都一直喺度發生，只係你冇察覺到，只係因為你有呢一塊肌肉，但係一直都冇用，以致你覺得自己做唔到。呢塊有通靈能力嘅肌肉被挨到得太耐，已經變成鬆忽忽冇力啦。所以我哋要重新鍛鍊呢一塊肌肉。人生梳理師又點樣睇與神對話入面講嘅呢啲嘢呢？的確，通靈能力係可以透過靈性練習而獲得嘅，係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嘅。但係與其話呢啲係通靈能力，搞到大家諗起嗰啲恐怖嘅鬼片，倒不如我叫呢一種能力做同上面靈性世界連接嘅能力。正確嘅練習可以確保我哋連接到嘅係上面神聖嘅世界，而唔係喺我哋周遭嗰啲需要幫助但係唔知道自己需要幫助嘅靈體。喺歐洲靈性科學人智學裏面有一系列嘅練習，佢仲仔細咁樣 list 出嚟呢啲練習嘅先後次序。呢一啲嘅練習讓大家練習呢一塊靈性肌肉。呢一啲嘅練習冇我哋想象中咁困難嘅，最主要需要嘅其實都係意志。例如有一個練習係我哋每一日喺同一個時間將鎖匙喺個鎖匙圈度轉5個圈。我哋用呢一個練習嚟到鍛鍊嗰個靈性嘅我全面掌控身體行動嘅能力。嚟啦，同我一齊鍛鍊呢一塊靈性嘅肌肉啦，等我哋嘅生活可以變得更加靈動。記住，我係你嘅人生梳理師 Miss Jane， 我要開啟你嘅靈性發展之旅。inner.development@outlook.com